的火焰。你往哪里去？他能不理你。寻找的答案就在他手里。眼前的宇宙全部都腾空，吹着热的风，世界都疼我。你往哪里去？他给你意义。善良的希望就在他手里。他给你新的天空，他有着迷人笑容。只要看到他眼睛，你有了新的生命。就在那水晶宫殿，要通过危险界限。他有着神秘力量，绝世美颜。